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欢迎收看2月2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应网络世界稳重的风险，市府教育局上午来到土城高中，由市长甲教务长官带领全校师生做伙宣誓反霸凌、反毒品、甲反色情的决心。但市友善校园周第23日即天启动，市府来到土城高中，甲学校师生宣导远离毒品、反霸凌、反色情等。同时，也因为现今科技愈来愈发达，防治所谓性别暴力，嘛是这次友善校园周的宣导重点之一。3、2、1，发射！不管是毒品，不管是霸凌，不管是其他的暴力，我想各位同学，听闻到的，在网络上看得到的，在 LINE 上大家传得到的，这个部分应该就是很鲜活的例子了。那所以很诚恳的谢谢各位老师还有我们教育部各位长官的费心的用心来跟同学来报告，来宣导这样的一个事情。教育局指出，会持续推动防治所谓性别暴力，透过有不是要考决，提出囡仔自我保护以及求助的管道。在青少年的阶段里面呢，容易这个情绪冲动，那么就造成一些憾事，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这一个部分，来请老师呢能够特别常常提醒我们的同学，也请父母来关心我们的孩子，那么集体呢用所谓的关心、尊重那么包容，那么这样的心持续的提醒孩子，其实在同学之间呢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相处机会。我们常常说，这个同学是一个最宝贵的资产。那么，透过在学习阶段结交好的朋友，不仅在课业上，那么能够获得协助，在这个心情上面，那么也能够相互的支持。我想，这才是一个友善校园蛮重要的一个所谓价值。市府表示，面对校园事件，应该不隐匿、不包庇、不拖延，有案就查，属实就罚。透过多元管道预防，依法处理，并持续追踪辅导，打造予学生安心的学习环境，共同营造友善校园，让每一个囡仔拢会当安心学习、健康成长。台南新闻赵硕伟采访报道。面对严重的空气污染，因为第61线连环车祸再次引起各界关心。议会国民党团上午特别召开记者会，希望市府有关层级比较道路安全汇报，伫每个月拢开会，并且提出强硬防治甲预防作为。因为雾霾视线无好，引发重大的交通事故，和空气品质的污染再度被重视。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邀集市府环保、卫生甲交通等单位，共同探讨台南市的空气品质污染的预防甲防治，希望市府能够提出积极的作为，唔通只是插旗示警利益。看到红旗，难道他们就不会跑出去校外，还是说那个教室外的一些操场还是空地活动吗？根本就是不可能嘛。所以这种的方式根本没有办法去解决真正的问题。那我们公部门是不是要提出更多的方式，让小朋友知道说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你们如果长期间在这个空气呼吸了之后，未来到代人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在这个部分，不是说你们单单的说告示，还是说举个旗就让人家知道说今天的空气不好，但是实质没有太大的一个帮助啦。台南市，我们台南市3年在年前的时候是空污最严重的，卫生局也罢，环保局，尤其是环保局，抱歉环保局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儿，对不对？3年我们空污最严重，这我翕的啦，这咱的空气啦，有看到我无？这我翕的啦，最基本的阳光、水、空气、食物，咱即马是台南市政府
到底是什么情形啊？对此，市府环保局回应，其实台南市的空气污染源境内大约占33%，其他拢是境外。目前除了有提前1礼拜有报空气的品质，未来嘛将甲教育局来合作，加强学校甲学生的预防防护。在空品不好的时候，其实市政府各单位都会有相关的作为，比如说，不管是公务局、水利局、经发局等等之类的，都必须要暂缓使用所谓的吹叶机，或者是一些工程的道路的刨除，因为空气品质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会造成空气污染的这些的行为。那农业局也会针对所谓的一些露天燃烧，那区公所跟民政局会尽量就是宣导大家纸钱能够集中烧，等于是各局处其实他们都有他们应该要应变的作为。另外，有关火力电厂，因为环保局并无稽查权，只有靠环保署的联合稽查。如果空气品质无好，环保署嘛会要求做减排的动作。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应下路顾客过元宵食手工元宵的需求，但一间古早味的酥饼店，拄仔传承到第2代，一卖就是37档，而且一档只有元宵节前3天才有咧卖，现在已经开始赶工咧做。位伫康乐街民权路交界一间古早味的酥饼店，为了迎接老顾客所爱食的元宵，几年前在传好材料。元宵前3天，规家伙仔拢冻起来。今年的订单竟是坐甲接袂完，已经超过700客啊！所以才加提早1天来赶工。嘛因为一档只卖元宵前3天，所以每一档拢是排队排甲落长，人客买无计受气。去年我们排队排很长，刚好遇到疫情，真的排得比口罩还长。那有的我们这个都是现做嘛。没有办法说事先做起来，事先说冰起来，那排到后面跟客人讲说已经没了，客人生气发飙了，所以说今年订单又比客人知道去年的状况，因为很多人没有买到，所以说客人今年就提早过年前就开始打电话在预定了，所以我们今年比去年又更忙，因为之前就有吃过了。觉得不错吃，所以就有一直关注说他们什么时候有在开卖就来。对，现在接单接不完了。我不知道我早上因为我们公司附近啊，所以就是有经过我就有绕过来看，然后我就看东西出来了，所以我就赶快问他们什么时候开卖，他们就说今天。记者来到现场，看到业者手无停过，用米体将包好的内餡淋上糯米粉来切，一定要切10瓣以上，才会当大细粒平均，相当了时了工。不过兄弟啊，做甲腰酸背疼的成果，就是真材实料的纯手工元宵，甲汤圆的口感完全无同。这个手酸袂啊？腰酸背痛。所以今年光预定的就多少？今年光预定的就700盒。对。那现在这个元宵跟汤圆有什么不太一样？元宵的话，它口感外的会比较 Q 软，因为我们用的是纯糯米粉。对。所以你跟汤圆来讲的话，汤圆吃起来的话，汤圆是比较扎实，那我们的口感是比较 Q 软。对。所以我们纯手工都是用糯米粉下去制作成的。这间台南在地已经37档的酥饼店，嘛因为第2代刻苦耐劳，愿意承接，才让这款古早味会当继续传承，和头家相当欣慰。因为这老顾客过年前就记得注文，甚至有的是对高雄预定专工要来摕，所以嘛，互因搁较辛苦，犹原坚持落去。我这30几档来，拢坚持拢用手工来去做的啦。你这样看，你嘛知影，规个拢种内馅啊，甲外口的皮拢规个拢全部拢是安尼用。所以我伫台南市来讲，这影大家食过一届，大家拢会想，拢每一档拢自动来。我最主要是咧古早味，像我这做的物件拢是用古早味，像迄萝卜素面，即马一般拢较少人许啊啦，古早味的啦。我这营业公司拢纯手工古早味咧用安尼。虽然物价调整，不过业者强调，目前有芝麻、土豆2种，一克也是卖150块，拢无起价，同时要来满足台南人经济的嘴。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
看到遮尔传统的手工元宵，真想要应景试食一下。不过营养师强调，若是糖尿病慢性病患者，也是一定要知影通控制，避免加重身体负担。元宵节过了，这个年才算圆满。其中食一粒元宵嘛是应景的习俗。不过营养师提醒，因为元宵拢是淀粉，食2粒甜的，就是半碗饭的热量，所以第一个注意就是量一定要控制。而且提醒有糖尿、有高血压，或者是腰子病等慢性病患者，也是尽量莫食，避免加重负担。在吃这个元宵或者是汤圆的这个注意事项呢，我们大概其实会比较着重在就是元宵或汤圆它本身它就是一个糖分它就是一个淀粉类，所以呢有一些特定的族群，像是糖尿病的病人来说呢就要特别去注意到它糖分的摄取不然会造成他的血糖过高的问题。那平常如果说在家里煮汤圆的时候呢，大概是都会用一些可能加一些砂糖然后来增加它的甜味。但是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吃这个用砂糖去做一个做一个调味的部分，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就比如像是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草药的部分，像是枸杞啊、红枣，甚至你可以用家里如果有泡茶习惯的话，我们可以像泡一些乌龙茶或者是高山茶，然后呢跟这个汤圆一起吃。除了一寡高危险群一定要控制，另外有人讲元宵煮汤有一寡营养素就伫汤内底，所以唔通袂记哩啉汤。对此营养师嘛澄清这款错误的观念。汤品呢，它本身它的一些食品添加物会溶出在汤里面，还有钠含量以及青菜里面的一些钾离子，其实也都会溶出的。那溶出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全部都喝进去，全部饮用完毕，这样有可能就会造成像肾脏病的病人他的钾磷排不出去，造成这个就是电解质的一个负担就是在身体里面它可能会堆积太多，造成毒血症的问题。那当然钠离子的部分对于心血管疾病来说，摄取过多也是不好的。最后营养师嘛提醒，食元宵要注意唔通伤少烫着，老大人食嘛一定要分开细地慢慢啊煲，避免歹消化过着。电新闻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先去问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扉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最近真情的日本动画《天竺鼠车车》剧情当中，高水的天竺鼠引起大家热烈的讨论。不过因为饲天竺鼠真侪需要注意的，所以记者特别找了饲天竺鼠5档的主人来分享经验，提供给民众参考。可爱的日本漫画《天竺鼠车车》这段时间伫大人囡仔之间掀起一波热潮，相对也互想要饲天竺鼠的民众变多，但其中需要注意的重点非常的多。除了环境需要有够大以外，因伫饮食方面也需要无限量的提供，因为因是袂使摇巴肚的小动物，同时牧草甲新鲜的蔬菜水果也是袂使欠缺的。加上天竺鼠是团体生活的小动物，如果民众单饲一只，就需要开更较侪时间来陪伊。主要是环境的话，你要够大。那像是你饲养一只天竺鼠，基本上要60公分乘以60公分，至少要这样的大小去做衡量，你才可能养天竺鼠。那再来就是饮食方面的话，主要是他们牧草为主啦，主要是用牧草来做磨牙，他们是容易胀气的一个小动物，所以他们没办法吃太多谷类啊、淀粉那一类的，所以他们可以吃的就是尽量都是少量。那像是他们喜欢吃这种美生菜啊、大陆妹啊，也是尽量都是少量为主，都是不要吃太多。天竺鼠是非常会忍疼的小动物，就算身体有倒位无爽快，嘛袂表现出来。
通常被发现的时阵拢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提醒想要饲的民众，爱每半年就定期来检查，同时也需要注意因体重的变化。那天竺鼠的话，因为它们其实因为是群居的动物，所以像以前它们在外面群居的话，如果是个体生病的话，它们比较会忍耐，因为它们容易因为它们生病疾病的状况，可能哪里疼痛啊，如果这样的话，容易被群体的一起抛弃在那边，容易这样子，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忍痛的程度到他们已经发现他们生病的话，到那时候已经算是特别严重了。所以建议的话，还是半年到1年之间做好那个健检、身体健康检查。现在因为网络的资讯非常的发达，所以上好伫饲种前爱做好功课，避免开始饲的时阵出现问题。同时，天竺鼠相关的社团甲网站嘛会使来领用天竺鼠，鼓励民众用领用来代替购买。但新闻局无意采访报道。白河林厝皮木棉花道已经是全世界出名的赏花景点。今年花季将盛大展开，不过因为天气关系，现在花开状况大概只有1成，所以公所建议民众会当伫2月底才来。同时配合防疫，现场嘛需要挂催暗，禁止啉食。相信讲到白河的观光景点，真侪人拢会想到林厝边的班机花道。每一年的花季拢吸引真侪游客。20号上午，区公所也特别举办了花季的开幕记者会。活动期间，区公所也举办导览、摄影比赛、拍卡送贺礼等活动。市长吴伟霆也特别出席宣传。市长除了感谢过去区长甲当地民众的共同努力维持这个环境，也期待会使伫各区推出充满特色的景点，让台南成为观光大市。拄则咱讲的吼，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今仔日咱的这个这个林厝皮的木棉花大道会当变做全世界15大林道林荫大道亚洲唯一的入选的这不是讲咱咧操大安，因为这别人甲咱选的，不是咱家己选的但是伫我心目中，这拢是上水的。咱过去的镇长区长，大家会当想讲来经营这个所在，甲整好，然后甲这样一代一代安尼维护起来路愈过愈水。后边我会特别注意，你一边拢叫我签1000万的，我签袂了，搁一个1000万，即马加起来原来遐济，下回我会特别注意但是咱经营真无简单所以真感谢大家的这个维护进前有这个林厝皮，即马近年来有这个落羽松所以这拢是咱台南的宝嘛是咱台南好的上好的资产。咱期待未来搁一位。一点搁一点，安尼建设起来，互咱台南会当真做搁较水、搁较吸引人的观光大市。因为天气的影响，所以互开花的状况大约只有1成。接下来也会陆续来开花。区公所也建议民众会使伫2月底到3月初的时阵来赏花。花季的活动也将会配合花期来举办。同时，现在因为疫情的威胁，民众来参观也需要配合防疫政策，袂使食物件，嘛爱挂好喙暗。希望民众多加来配合。但新闻局无意采访报道。但是黄金海岸的船坞伫明大争取经过2任市长的整修，目前已经取得使用执照，加上干务局人代公园开辟，目前船坞北边的公园甲停车场已经开放，至南边面嘛预计3、4月完成，希望带动黄金海岸甲南区的观光。台南市黄金海岸的船坞经过整修甲活化工程。目前已经变成为华丽黄金海岸方舟，而且开始试营运。加上工务局共62加共65个海岸人代公园的开辟，面积大约5.6公顷。目前已经完成北平公园加停车场，希望带动黄金海岸加昆喜湾的观光发展。昆喜湾廊道就是以船坞为中心，我们看到我们的海岸线，过去其实大家会觉得说，我们下去高雄嘉丁亚的海岸线相当漂亮但是我们这个昆喜湾的廊道，这个南接高雄的嘉丁亚，然后北接到我们的喜树跟这个昆生的地方，其实在这个部分，平常就有很多人会来散步甚至还会来慢跑，因为这边也有一个这个自行车的双黄线的一个部分那它在廊道整体的连接之下。那我们也可以带动，包括我们的这个昆新，包括我们的喜树，包括我们的一个湾里的一个美食小吃的部分
然后还有加上我们很多大庙，比方说我们昆新有这个龙山寺，还可以在这个享受一下蚵仔的新鲜的美味。我想它整体带动下来，对我们昆喜湾的部落会很有帮助。总工程费大约9000万，配合黄金海岸放租的营运机程，甲木桥分区施工，除了扩大梯顶的空间，另外嘛增设休闲设施，营造海岸的风光。另外，第6号船桥嘛正在进行扬滩、添沙造路，希望黄金海岸未来用个走向国际的观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鼓励媒体制作优质的儿童少年节目，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特别选出5列册节目，同时各对内面选出6个年度的大奖来公开颁奖。其中由客家电视台所制播的《澳洲48小时》，除了得到5册推荐，嘛得到儿童少年发声奖。老 CVQ 神可以留下来一班，那你做对线动呢？为了让孩子不被3C 产品绑住，节目制作单位特别策划全台第一个以儿童为主体的户外实境节目《欧走48小时》，让孩子接触大自然，考验体力，挑战任务。很开心，我们这次得到了5星级奖，然后呢，也是得到最佳儿童的发声奖。那我们做这个节目呢，是有很大的感想，就是怕小朋友他们被3C 产品能够不要被3C 产品困住，所以我们希望带他们走出大自然，能够得到自由。那果然是这样，当他们跟大自然深度接触的时候，他们都变得比较勇敢，然后比较敢冒险，然后也独立，然后人际关系也变得比较好。所以我们真的觉得这种大自然的节目是对他们来说是很有帮助。那观众给我们的回馈也是这样子。儿少节目一般大家都会觉得比较边缘，然后预算也比较少，可是总是有一群人默默在做，所以当我们每一年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有力量。很奇怪，有的时候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就是有人听到，有人懂你，你就会有力量往前走。那种感动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未来还是很有希望。虽然目前还看不到像国家的预算，一个小朋友大概1年只分到几块钱的预算，很少很少，跟我们在国外看到差很多。可是只要有人在，就会有希望，所以我觉得未来应该是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忠实的呈现儿少间团体的沟通困扰，还有经由通力的合作面对问题。节目单位投入心血制作儿少节目，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也大力推荐优质儿少5星节目，欢迎民众踊跃收看，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同时，媒观也特别感谢中嘉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赞助经费，持续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5星奖活动，一起来关注儿少的传播权。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下面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最风的天气，温度18度到24度，落雨记录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2月23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